台南抗议里地当伫受灾对象当中，其实也包括庙宇受损，因为毕竟台南是众神之都，南西、东山庙宇相当的多，都有反映被打红单却无补助的。所以议员陈丁伫临时会就要求市府帮助合法建造庙宇渡过难关。73间哈，这个数据的部分也跟内政部呈报了。那内政部我追踪他们的进度了，内政部也跟相关单位在讨论，因为这以前的弄不补助过哈，所以他们也在讨论那个补助的办法。好。我们会继续予以追踪。我想加速哈，我想今天我们今天3月知道今天市长3月20告诉大家未贴单的补助，那后续大家开始关心这个关于庙宇的红黄单部分。其实那个对地当了哈，我开始对这受损公庙的部分，我一直拢有在关心。应该持续的去关心啦，尤其在山区，他们其实特别的辛苦啦。那另外就是说补助的方式。单据的减负怎么程序让它更简便，更符合这些民众的需求啦？因为可能当时兵荒马乱，很多单据上有困难，怎么样可以更简便的方式让民众申请更加顺利？如果能补助的话，那以后那细节的部分我们会再跟他讨论。不管是庙宇还有这个未贴单补助，希望程序都可以更简便。山区民众得所拢做事，过去拢是一庄一下来建造庙宇。即摆民众家己拢受灾，无法度金钱捐献，所以议会临时会嘛侪人提案，建请市府到补助庙宇，减轻地方负担。台南新闻军职杨顺怀采访报道。